看世界，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接受到福斯电视台用电话来做专访。这是川普为着新冠病毒了后第一届接受到媒体访问。一点钟的访问当中，川普讲希望年底美军来退出到阿富汗，并且讲美国应该要准备好来应应着来自中国、俄罗斯甲北韩的威胁。伊阁讲，伊若顺利来连任，会再度甲中国来扣税。伊嘛再一次来指责中国，爱为美国的新冠疫情来负责。较真为着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恢复健康，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昨头一摆接受媒体福斯电视台专访，伊伫较真了后对中国态度更较强硬。川普伫专访中表明讲，希望美军撤出伫海外部署，对付中国危险。I'll have them hom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e have to be always prepared for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se other places. We have to be prepared. Maybe North Korea. 川普嘛讲，伊若连任会向中国扣关税，并且佫指责北京爱对美国疫情负责。川普伫专访中嘛被问到讲，敢会参加以视讯的方式进行的总统大选第二场的辩论。No,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on a virtual debate. That's not what debating's all about. You sit behind a computer and do a debate. It's ridiculous. 不过，川普的竞选团队后来发表声明，建议将剩的2场辩论延后1礼拜到22加29，并且讲，若是会使面对面的辩论，川普会真愿意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伫昨互记者问到讲，安怎看川普可能无要参加第2轮辩论的时，伊承认讲，伊唔知影川普伫想啥物。Change his mind every second. So for me to comment on that now would be irresponsible. 另外，虽然讲川普还阁伫美国疾病管制中心认定的传染期中，不过川普讲伊无认为讲伊有传染性，会使随开始竞选活动。白宫医师嘛替伊背书，讲伊的状况稳定，7月就会使出门参加公开活动。